再来看巴西进口卵的争议继续的炭烧，台农卵品的董事长虽然为了保存期限表示错误，公开回失礼，也毋过伊又搁讲是农业部爱伊扛责任。早起董事长又搁讲农业部只是建议尔尔，伊无想要代志闹大，所以就听农业部的建议。高雄有议员嘛发现讲，台农进口的澳洲卵日期冇问题。卫生局已经展开全面的稽查，国民党今仔早起嘛去台北地检署对台农公司佮事署提告。车身写台农的货车来回再会，台农生产的巴西卵日期标唔对，恐惊互食药署开发。董事长涂万才进前回失礼，甲产品落价，今麦又搁跳出来讲是农业部要求伊回失礼担责任。早起搁再一摆查证，涂万才讲农业部是建议伊回失礼，唔是强制要求。农业部是讲咱都下架来甲咱的迄个消费者我觉得对不起安尼建议啦，伊是讲伊叫阮咧做的是一个建议啦。台农满腹的委屈，针对表示错误的巴西进口卵，高雄、屏东两个县市卫生单位同步稽查公司甲厂房，高雄市卫生局先开发，认为台农无交代清楚，想要闪责任，先罚30万。及流向、仓储与管销通路等，卫生局正协同食药署及屏东县卫生局积极调查相关事证。国民党高雄市议员邱宇轩也指出，进前伫超市买到台农的澳洲进口卵，制作日甲买的日期是同一天，入味敢是同一天，就对澳洲送来到台湾，也是嘛同款有标示无清的问题。我9月7号去买的，就发现制造日期9月7号没有错，可是产地是澳洲。台农老板有说，他其实不清楚怎么标示，所以到底这个标示正不正确，我有非常多的质疑。邱显讲已经要求市政府全面彻查区内的进口卵，保障市民食的安全。高雄市卫生局回应，会照法律办理后手的调查。另外，国民党立委参选人罗志强等人是各台农公司董事长甲食药署，也阁有农业部长陈吉仲，认为台农涉嫌诈欺甲做假标记的罪，也一支中央官员可能早前就知影，公布网络资料甲新闻等等的证据要来告。进口卵的争议是愈来愈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